后来昨暝9点外，一台普悠玛自强号的火车驶到花莲的和平站，下弄到一粒滴落来的大石头，结果第1节到第3节的车厢来摆马。好哩佳在，火车顶146个乘客拢平安。也毋过台铁明明都有设过境系统，为什么无发挥到效用呢？台铁是来回应讲，目前离26个所在所设置的落石过境系统，并无包含这个所在，因为代志发生的这个地点，毋是属于落石高风险的路段，所以才无发出到任何的警告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是来下令，请台铁甲所有的边坡拢个巡查体检一届。是在和平站撞击落石出轨，目前双线不通。昨暝9点外，普悠玛自强号伫445处上包列车伫车内向放送讲，因为车起下着石头爱停车。车头靠一个真正力，车厢硬挤出铁机路。车衫花莲地动了后，1礼拜来发生800外摆的地动，石头链来到铁机路，第1节到第3节的车厢摆尾和平到和仁路段拢未通。目前台铁这边刚刚和平站这边说，应该是准备一班区间快车，那原本45班次就是要开到树林了，那这班也是开到树林这样子。你在火车上当时有受到惊吓吗？有蹦一声吗？那是当然，地震嘛，所以一定是比较紧张。我们的列车会继续接445的旅客继续北上。加在车内人客平安无代志，台铁嘛派出区间车来接人，是讲台铁明明有警告系统，是安怎这摆拢无作用。但这一处是当时是评估是边坡算稳定的哈。那我们后续现在还有38处，现在正进行中，所以这个台铁这38处后续哈，我想说把所有的边坡再巡一次哈。台铁嘛说明讲，代志发生的地点毋是属于落石头的高风险的路段，目前所设置的26位警告系统无包括这个所在，是讲常常发生这个代志，影响到人客行程。大家咧看月台列车的时刻表，想要知讲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当坐车转去？如果可以确定，我们立马广播。那现在停驶，你们怎么办？原车回去啊，刚好这班朔风有停啊。哦，就只能先回家。先回家。虽然台铁过长工就抢通，也毋过地人遮济，乡亲坐车真正是坐甲提心吊胆，嘛好发现台东的铁路安全受到考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